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英群阿群妹。今日有次让我做到很粉嫩，因为今日要同大家来小嘅腔样很粉嫩、很少女，就像公主腔样嘅果子，就会吃破的草莓、草莓，咩系爱没有令人我们的算是人咧骄傲啦吼，因为那草莓嘅故乡就都没有你太富。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小嘅佢唔单唱。 自家種草莓，韓國自家做草莓嘅也條伴手禮，韓國還有也好食嘅客家料理，做得同大家來分享哦。細細格格來分享，今日嘅節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，爸爸王必先分享。好，我來自草莓故鄉嘅財富王必先，大家好。好，歡迎王爸爸來到節目當中咯。阿下來見今日啦，有爸爸就係有妹爺，帶着妹爺共下來上節目，歡迎我們的妹爺靜曼分享。大家好啊，黃靜曼，然後很榮幸可以來到這裡，然後分享我們家的草莓跟草莓蛋糕，還有客家菜。對，有很多東西都豐富，今日會同大家來好好小結一下。對，所以靜曼現在就是也是畢業過後就轉到武卡，就是跟着家裡種下來做草莓這樣子。大二升大三的時候就開始接。這麼快，你大二升大三就開始了？對，就是那時候課業都就是都該修的都上完了，然後就。 就決定轉到武卡填書，就是爸爸逼你嘅嗎？是爸爸逼你的嗎？爸爸一開始不支持我回來種草莓。哦，真的嗎？種乜解冇支持呢？因為種草莓一般西方人太辛苦了，看天吃飯，他覺得下雨天就是會不好賣。 对，所以其实亚哈靜曼種了，唔單像是做這些草莓的漂漂亮亮的蛋糕，其實沒有天數種草莓，對不對？對，也是要幫忙。對，那爸爸同大家講一下，其實草莓啲啊沒有你太富，其實有多年嘞，頭擺清早以前就有。我生日家個有誒，你做生日的時間就有誒。生日家個有，我叫工人啊朋友嘅阿爸喺度，到日本啦，台北到台北，喺個關係，讓到太富，因為。 太湖的天氣，早晚差10度啊，最適合草莓生長。寒天的時節。對對，差10度。哦，早晚的天氣差10度啊，溫差。就做得來種草莓。最適合種草莓。哦，嗰時候你講對，寒生時節就開始有這個種。有啊，加個吃婆很硬，阿蘇里很硬啊。阿蘇里咩意思？吃婆跟日本種啊，日本來種阿蘇里硬硬啊。 原來係呢，唔過後尾我記得印象它成為係很多豐香嘅品種嘛，對不對？對，豐香個較細緻，較細緻唔過經過30-37年要老化，老化呀，日本嗰邊咧佐賀，一個了。又有當到種乜嘅什麼白草莓啊，各種冇用嘅草莓，基本呢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小嘅。啊，唔過家下對王爸爸按樣講，就像講古腔樣，其實王爸爸很久以前就開始做呀同草莓有相關嘅按樣嘅工作，按樣嘅產業。冇啊，當晚啊，差唔多。你批發先開始係？開始喺批發，30年前開始批發草莓，賣超市、賣魚啊。 賣學校，冇種，做批發，嗰種邊有想要種啦，結果體白用唔係變偏多，嗰啲聊天玩過用，咁唔敢搞誒。聊天100個係先唔敢搞，唔過因為太富有時候佢就競爭，嗰時候就有做呀批發，一般係做批發啦。批發做啊，用結聽講嘅自家來種咯。因為批發家要發覺到賣農輸嘅東西。 品質冇問題，係生意賣會強，會壓力，嗰時候就少賣自家種嚟賣，就唔保險就錯嘅啦，就唔掂人種嘅樣板，種少自家來，那自家來唔會吃到寒氣凍難氣，因為而家有開啦，係啊，你要摘要送，就做農舍嘛，做田舍，你頭擺一開始完全就冇種過，我不靠沒做嚟頭路，我不靠做糖嘅店。 兩店、本店、自來熟，全部就食的東西。因為自來熟啦。佢唔係嘟嘟好，因為像剛剛一開始有講到啊，因為王爸爸韓國呀、靜曼呀、武卡嘅呀，這個草莓，雖然講有種草莓鮮果，沒有呀草莓的伴手禮，還有呀草莓的料理，等於講全部結合做鄉下嘅，全部結合，所以做料理嘅部分係蠻應付這下到。哦，係捱啦。爸爸，你係爸爸。對啦，因為我媽媽就會當強啦，睇家庭。啊。西午食飯啦，當夜啦。
搭船啦。哦对，一般飞行家讲唔一样。风风风是翻嘛，东东影响下说。一般飞行家讲唔一样，翻主号讲唔一样，因为你后生的天书讲一本看看说吧。都是阿婆传承的手艺给爸爸。哦，所以爸爸们东北主要全部你做的哦。哎呦，跟等下爱听到二吃一下，对，所以我看一直都有这个做料理的经验，还有爸爸又对啊。皮饭改做起家来种草莓，然后还有加乜嘢来天数。我还有变点啦，没有变点，所以静曼都得讲从小在这个食物的包围长大，对不对？对，从小还要就是充当服务员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所以就是这么早对太后一眼神的时就给听讲二转都不卡来天数，就是。因为就是有点感情，有点走不出来，然后妈妈就说要不要接草莓园？对，一开始爸爸很反对，然后就去摆一些市集跟百货这样子。所以一开始是从市集跟着爸爸妈妈对一起去摆市集，对，然后就决定要回到家里面一起，对，就开始。哦，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，因为其实静曼基地呀，转来。给歌唱当中，本来也不是学习这个科系，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慢慢的学。那我们先回到草莓上面好了，爸爸同太阳来讲一下，其实吃泡味也没按后种，草莓没按后种诶。你讲动生意去照顾其草莓，伊主要土壤啦，土壤要干净啦，个水质啊，水质也很重要。所以像你吃不过还好种了。对，像我娘夫卡给草莓爱，糖讲娘的就会用那个有机的肥料，什么？哦，日本的肥料啦，一包全国年，日本人家就给饲啦，传统的用给饲。个给饲它都宠的啦。个用便宜的肥料去种啦，但是像我用日本的肥料贵啦，成本较高啦。既然用日本的皮料替成本较高，故说亚加斯可能没有反映到亚草莓嘅加斯当高。我均价啦。哦，你嘅系均价，用清口嘅皮料，唔过草莓均价。均价买啦。啲片强挑。对，我主要长期人哈。长期皮较经营下。唔过像按用嘅技术，你本来嘅按用嘅皮料啊，按用嘅农业嘅底层，因为你头摆就冇种啊，你用办好多嘅喏。迄尾种要买皮料公司，基本上我赚到钱啦。佢过嚟推销就错诶。佢互相研究搞埋种啦。喊孙啥搞唔种哦？2年啦。搞2年哦，哇！互相研究，幾多東西，以時代定嚟發揚個人嘅一個地步，那唔啦。欠乜嘅東西？欠乜嘅東西？就按用，故說一路以來就用按用嘅方式來種人嘅草莓。對啦。因為草莓天氣日本老台灣又冇供應，對，冇供應。等皮料寄落去7月落去擺，我嚟講台灣天氣會蒸發，天氣很熱嘛，係講5月落去擺啦，2-3個就是研究，可以用板來種，會種到較好。唔講像按用草莓全台灣就做得講太湖種到青島，500差唔多500夾嘅。按用做乜嘅太湖會有按好嘅條件做得來種草莓，除咗剛剛有講到溫差動態。溫差潮濕度嘛，溫差潮濕度嘅話，你吃婆冇講，你做到公關中，隔壁天天哦，你風下太，吃婆剛啱。吃婆剛啱。剛啱。我比剛剛死啊。我冇好食。就係一絲絲嘅茶片嘅茶片。對。就會冇共用。嗰時太湖嘅草莓做嘛該會按有名，有名到人規台灣就第新有名嘅就係太湖嘅草莓。天氣啦。對，既然剛剛有講到基本熱帶類嘅草莓，看起來同太粒同嘅寒食時節嘅印象當中嘅風向有些些冇共用嘅。咩個材料啦？與其風香藥啦，天氣養用了佢美基老嘅香水。有很多美基草莓。美基老香水呢，它做中給它做樹葉。風香葉還蠻中，佢講都3-4年嚟講梅雨季節，落個睇差唔多錢啦。差唔多錢，我冇啊，農民做都唔掉啊，咁樣市場好價格係叫佢做啊。佢說佢面前買600啦。600啦，一件600。哇塞！櫻桃都米嘅水果嚟200啦。哇，真嘅當貴，嗰時候呀哈矮面條前就有呀，看起來很漂亮。這是我們的美基草莓，草莓。美基對。然後剛剛王爸爸有講，講個草莓是有冇共用哦？我看咧，我色神嘅。
下滚呢，有伤啦。中文跟洋草莓说起从另狗去用过下滚的敢讲喏。佢以为中法啦，我上去中法速度冇咁样啦。韩国轻听，因为原来他懂到你，他从头白方向有冇共用啦，就是草莓按用嘅草莓，大家会想讲，会讲嘅米西冇按香甜哦。其实我知道呀，他嘅美肌进来进好色嘞，对不对？如果按日本皮料发剂，嘅土壤嘅改良较好啊。真正下滚嘅草莓按好色，多少？生下來啊，係講有兩日嘅花，大家真正做在翕料理太傅也行行了了的，所以哈太傅真有名嘅草莓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韓較多嘅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有群阿群妹，也下哦，也一波嘅寒天哦，大家最近去苗栗搞就會去上到乜嘅，我上到愛去採草莓，愛去食草莓啊，也得。故實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呀，草莓先來做啲來用版來做，韓國呀，今日來小記就係呀，王爸爸韓國今晚來到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來小記，唔單止夾到種草莓，韓國做草莓嘅電路，韓國甚至還做啲犧牲呀。客家嘅料理，真係當豐富，我同大家來分享。剛剛其實就講嘅當到爸爸種嘅草莓嘅一條經驗。唔過接下來我來問一下靜曼，就是你開始想要來做草莓嘅甜點，其實是有一個動力去推動你想要來做草莓甜點。我們原本就是有販售到其他一些蛋糕店，那其實會有比較多有一點問題，然後我就想說，那因為中科跟小科的客人都不會去就是做購買，去採草莓，你就聽說雜嘅大對，然後在市集販售，大家也都是買大顆的，而且小顆嘅價值就是比較低，對不對？會降得比較低。如果是賣的話，然後但是其實每一顆草莓苗它都有大中小，其實它都是一樣的。對，然後就是在想說，中顆跟小顆都是蛋糕店在用，那我們為什麼不要自己就是這樣子用？然後大湖這樣也有草莓蛋糕的伴手禮。哦，所以其實前一步嘅太府黑某七家嘅像這樣子的伴手禮店的，對不對？有點像是那個草莓脆基本都不會引走，對，代工然後再回來做販售的。哦，所以你們就是覺得，七家嘅木卡嘅草莓雖然其他細粒啊，但是它的品質還是很好啊，因為 Q 用懂後色，所以想要去把它做一個延伸，拿來做這樣子的草莓點心，而且就是有點像在大湖就可以有一條龍的感覺。七家木卡全部旗艦店啊，旗艦店，爸爸自己講。你做太府是做完蛋糕全部都買頭賣，太府本身磨啊。係啊。像你新做，你都是米粉、是貢丸啊，是瓦丸啊，跟住太府連草莓蛋糕都磨啊。應該講，太家就青山忙啲嘅種草莓。沒有這個其他的餘力去好講，我來做這麼精緻這樣子的伴手禮，所以附加價值還高啊。對啊，娘們也就懂腔啊，娘們也就懂有心去好這樣子的做草莓蛋糕、草莓甜點的要的技術。請師傅來搞啦。請師傅來搞的哦。營業8點鐘，一般空白白啊。93用你啊，93用你啊。唔過清淡啦，你看按講嘅草莓甜點就不用都要做當紅，做在同台。反來啦，那你講後上沒賺錢的時候，學經驗的時候啦，嗰種高薪聘向師傅來搞啦。學了半年，然後後面就自己摸索，再去進修其他的課程，這樣子。可是靜曼其實之前也都不是相關。對，我不是做農業的。他是腳踏車選手，鐵人三項選手。真的。運動員轉向。而且也練過美術班，全家都美術班。太厲害了吧！就是選手，運動選手，然後美術班出身，也會打鼓了。也會打鼓啊！爸爸很努力的在推銷。然後最重要的是清明七嘎一清音整一後要有甜點的技術。對，但是其實一開始對我來說真的很困難，因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，對，碰到很多問題，然後就是先去職能訓練中心有免費課程都去上，然後就認識到裡面的師傅，就把他剛剛提到的，對，然後就是就是有
上课这样子，然后就问对，然后问师傅说可不可以，就是我有想要开蛋糕店，然后可不可以来协助？哦，对，因为做蛋糕的美感啦，哦，有体力啦，故说以后美术跟美感啦，体力有个学，你两样你我比你还强，我个学个了一样。你说然后刚开始整天这样坐下来，其实脚还是很酸，还是很累，对，而且你要很专注。做一个甜点，其实跟艺术品差不多，按讲，像艺术品可以用按讲。其实是个艺术啊。审美和艺术，对这个味道的调配，被黑一门艺术啊，被轻某简单。对，那现在店里面啊，平常时其实常态都在吃到的这样子的凑某一个点心，有几种？有4种，但是还有其他小点心，像布丁跟泡芙，那也都是做草莓的口味。那个是4家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可能会有不定期的，会有某 Q 用跟小点心，慢慢会加了，还会再加。爸爸出功课哦。因为早期像那个草莓大福的话，也是我们家比较传统啦。哦。日本早期的师傅教我们爸爸那一批的传下来的。日本师傅有教你爸爸做草莓大福？做糍粑，没做糍粑。做糍粑。糍粑我不考糍粑怎强啊？那就慢慢的吹出来。讲到爱后来就岁用无带来呢，讲实话啦，汉白这个一不很强，所以从亚哈给我们带来给3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草莓鲜奶油蛋糕，然后里面是有加2层的新鲜草莓。那鲜奶油是用台湾国产的动物新鲜奶油，台湾的，对，台湾有国产的，就是我不知道台湾有国产鲜奶油，瑞穗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它就市面上比较少见，但是可能就要跟统一的业务人员去做询问，然后再就是草莓巴斯克乳酪蛋糕，那我们的那个糖都使用日本上白糖。我要来试试看。听说这个草莓巴斯克乳酪蛋糕，嘿，王爸爸的最爱。王爸爸，你亲到是草莓巴斯克乳酪蛋糕？重口味啊！你用按 fashion 哦。重口味。第一次看到我烤巴斯克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怎么烧焦了。我煮火来还拿出了冰色。那你笨蛋，所以这笨蛋都不会就会有一些上色。应该年纪也太阳，烤嘛个蛋糕煮火来拿出来卖。啊，唔过你色太够好。对啊。新好色呀！哎呀，很细致。真的，那个乳酪的味道好香哦，好好吃，而且不会太甜，甜度我觉得很刚好。因为我看落在传统蛋糕店没那些东西啊，可是我都烤白铁的。啊，唔过还有青好色。对啊。然后这个是草莓巴斯克乳酪蛋糕，然后再来就是草莓古典巧克力，它是78巧克力，它会比布朗尼更细致，可是它不会很甜，也不会很苦。因为布朗尼通常是比较扎实，对，比较扎实，这是比较湿润。我用戚风蛋糕去做调整，很湿润，因为你想是如果布朗尼也很好吃，但是布朗尼的口感真的比较扎实一点点，就是可能要适合配咖啡。那如果要跟水果在一起，确实比较适合这种湿润呢 Q 感没给乱搞。天哪，我觉得我今天好幸福哦！刚刚说常态有7种给乱搞，现在今天介绍了3种，还有一种，其中一个是草莓树，只是我今天没有带来展示，因为怕运送过程中会毁掉。对，所以有懂得某 Q 给编发，甚至讲还有一些是算是特殊的商品。刚刚有讲都之前有去是不是有快闪柜，百货公司快闪柜？对。然后有摆市集，然后就是会卖这些蛋糕跟草莓，然后有就是卖杯装草莓，然后客人就是可以就是买了就直接做使用。对。那其实像按用七嘎州草莓是做草莓的这些蛋糕啊、甜点啊，确实没么很简单。啊，不过其实还有懂得，比如讲像是运送啊，也得有包装啊，其实这些全部都非常就是完全靠你们家自己的去赶你去做，对，超猛。运送的是用山方人的卤羊，也要太府东里行卤羊啊。对，我们这个美丽都是卤羊皮呀。别人拿吃炒做鱼做点蛋糕，模仿他了。所以爸爸还要充当司机，对，然后我要抱着，因为他在斜坡的时候他会倒。两方他了。对，箱子真的不适合。有的露营区路真的不是很好。因为露营区以外风景会强啊，高山啦。对，所以你懂演就是可能山路就他没行，然后爸爸就会视察边来视察做一
所以能不接外送就不接这样子。妈妈也怕很多状况会发生。对，因为蛋糕它就是要外观要漂漂亮亮的嘛，对不对？但像按用规个做蛋糕的过程都是静慢气嘎做，也係講不可以沒有天數。对，妈妈跟爸爸就会帮我打下手，像妈妈就很会帮我打鲜奶油，那爸爸就是帮我切草莓。好棒哦！这样子规副卡人用下做些，爸爸觉得牛板吃到。因为我妈妈特别有讲过，生意妈会读书啊，不读书送我给伊啊，啊。眼睛都盲咗啦，嗰個叫生意唔使會讀書啊，佢屋企叫下要開落啦。點到佢屋企人叫下，唔講做乜嘅主動分享嗬。係開都會上手，會上手。哦，會上手，係會上手，真的。蔓延脾氣氣唔好，都不好，硬碰硬。真的假的？夾心餅乾，媽媽夾心餅乾，媽媽做到筍紅，炒到筍紅，媽媽夾心餅乾，好好笑哦。技術我應當是脾氣唔好啦。哦，去㗎。那媽媽都唔講話，都順風健康。啊，不過其實媽媽才是整個家裡面緩和大家情緒的人。故說規副卡人愛強下做些無案件啦。啊，不過就係因為有規副卡人強下，所以給有一種同理吧。有點樂趣啦，有點樂趣啦。對。享受歸享受，還有點樂趣。那馬上就和好，別人會覺得說我們怎麼吵那麼兇。啊，不過天天就和好。對。但是我們講話的方式。唔免阿媽一把離開你。哇！爸爸真的是懂咁講，很好笑。對，故說我知道今晡日雖然喺啲係講草莓，啊唔過我以上啲嘅談一個不卡人清定一下、清溫暖嘅故事，啊還有當中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啊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，我本來勞動嘅今晡日係會同大家來分享草莓嘅好美食，啊唔過我知道我點到談到一部卡人清定一下清溫暖嘅故事，啊唔過也部卡人哦，真係係有拉強，唔但唱自家種草莓，韓國做草莓嘅點心，韓國還有做呀客家料理，故說你喺個去到鴉片去採草莓，你做得食到好食嘅點心，還做得食到真傳，還做得食到清有名嘅客家菜，係王爸爸煮嘅，安強。冇啦，因為我媽媽特別強啦，我媽媽特別做西式雜食飯啦，太家庭。對，佢炒來啦，佢特別也唔咩嚟條路啦。哦。佢都啲地方加多上來啦。哦，咩好起來？條路好啦。我媽同我講。佢說人家客家傳統地都清有名嘅就係客家菜。對，因為我做客家菜來，一般人客家菜你冇窮樣，朋友多啊。同學嘅有時候用落去啊，要改變到，唔到後尾東西冇拿到，落去然後食起個感覺到。真的呀，改，你就讓佢就變做人嘅菜蛋蛋糕，按人嘅做法，好食就讓佢改一下，變化一下。對，嗰時候跟我嘅記者咪窮樣啊，好，做朋友說，我朋友82歲，用10來蚊樣，我徛嘅，叫我嗰個食都冇存啊。徛起來，結果食都冇存。幾盤裏邊都冇存啦。哦，按好食。對啊，客家人清有名就給酒，而且給酒都是用那個大火去做燃燒的，那孕婦小孩其實都可以做使用。就是把酒精全部燒退咧。給米那落飯當甜。哦，清好食給酒。我一般攞俾給酒冇落豬肉啊。哦，有啲給酒有落豬肉。給酒落梅花肉落去，強下薄。按用油嘛嘅冇強用喏。哦，個豬肉比給肉還甜。真的。米湯冇講，咱你食個啲啊。哦，對，他最近我來煲一碗飯來食看呐。好，給酒也客家人清有名嘅。對。對，韓國也鹹菜乾落控肉。啊，泡菜啦。哦，泡菜落控肉，3層肉。啊，看起來就按種皮皮好食嘅感覺。你幫飯食到個2碗飯啦。真嘅，做得食到2碗飯，冇乜咁食啦，因為食太多飯會變太口啊。唔係啊，運動啊，食茶。冇乜險嘅去運動。常用咩當食？對，常用咩當好當茶飯。真是咧，常用冇加豆腐乾個芹菜啦，因為開傳單，兩條西盤，嗰個加豆腐乾加芹菜，它係怕便宜。
加深买大，那剩咱来用的贵嘛。然后鱿鱼比较贵，爸爸用比较好的。变咧，伊无办法，如果我豆腐罐我捡出来，老本也用唔得。我交给台中的太师傅煮，佢讲牛肉米酥人葱油也甜，根本无糯米酥啊。哦，他都要事前的汆烫，然后去腥，讲啊唔可以米拖啊。哇！所以每一道其实都要花2到3天。连煮的主要唔可以米拖，唔可以有个熟米啊。你全部唔可以饲料米。懂讲究呢。你阿妈妈强汤锅啊，汆烫要当注意啦。才记得要讲出秘方了，是不是？我记下来搞生意。啊，他生意的哦，唔好全部讲出去哦。偷讲一下汆烫啦。拄到人福气啊！啊，有看到就看有看福气了，就有看到福气了，佢福气來。啊，好，嗰個其實點咩都好，係有懂到嘅好食嘅料理嘛，懂到好食嘅，我連包括炸排骨咁我咁樣啊。哦，爸爸真嘅很臭屁哦，他會想要出無菜單料理，真的假的？但半夜啦，將按照就2百5磅嘅啦，一3日冇300磅嘅啦，我哪講買得出啦？你唔知下個水那樣好食啦，我煮嘢那地方那樣好食啦。爸爸很有創意。係啊，我真係讀到以下，但是嚟講冇揾300磅嘅。我沒磨好，你唔是幫佢吹啊？很懂生氣哈。還有我一個人就是都嘅爸爸媽媽都未嘅來了。從美國來。然後你講佢來吹。幾我一個人。我一個人，阿爸未來了。啊，全部就是用人的面。所以是講嘅爸爸媽媽都未嘅來，是到最後是來吹啊，說沒有拿出問題，規則。都台灣60公里，對，他玩台灣一圈回來就說還是我們家最好吃。他經常帶外國朋友來。兩個生意大不了60個都用數牙。古時候好食嘅客家料理，正經做嚟來去試一下，因為做嚟食到客家菜，韓國含有嘅草莓跟有相關的行長都做嚟去家不考慮煮穩哦，是不是可以在臉書上面或者是 Line 都可以來預約？對，但是就是先官網去看目錄，我自己有架設一個官網平台，那看完菜單之後，你在官方 Line 告訴我你要什麼，就是菜色，就可以先訂這樣子。對，因為我們現在人手比較有限，比較忙，所以就是要先訂，對，會比較好。就客家菜就是先訂，蛋糕的話就是現場會有，但是有時候午後就賣完了。哈，對，炸豬頭就賣掉。對，草莓季的時候會比較很快就賣完，所以還是可以用比如說這個官方網站啊，或者是 Line 先租穩一下。但是除了這個之外，其實沒有這個食農教育，對不對？對，就是之前就是有華新國小一個老師就說，他想說他們的父母都是在種草莓，那想要讓他們體驗父母的辛勞，然後就是安排，因為跟我草莓園很近，他們就走路就到了。對，一群小朋友，然後就走來，那天是下雨天。這個小學1年級1年級跟3年級。然後家的爸爸媽媽種草莓，有的家長有種，有的沒有，他們沒有做過。有的會，就是有的很熟悉，有的可能就是沒有做過，有的還就是很不願意踩下去，他覺得有點害怕，對，害怕這樣子，所以就讓他們有一點對，然後我們就會教導，就是說，就是先剪，就是那一天剛好下雨，就有就是一些像國府定，它就其實就是大家俗稱的草莓發霉。其實草莓它連在種在草莓園上，它都會發霉，就是生病。對，它並不是說你收到買回家，你放有人像放了5天就對，然後就是。那個好認真哦，就教學這個草莓的部位。草莓它其實從花開始去做生長，花瓣脫落，然後曬紅就變成草莓。因為之前有網紅網美就是去農場，就是發生過剪花來拍照。哦，對，所以其實剪太發，草莓就長不出來了。對，啊，嗰個年頭唔知啊，早一幾百發都翕相啊。你做咩唔係攞天使啊？有時候一天可以一累翻的，幾早買槍都會有時吧？以前都會是啊，冇辦法以前的。會有宣導，就是路人解說這樣子。你們來發現的，這很重要。所以古時候見到呢個草莓卡拉 OK，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新嘅應用版，係正確嘅來採草莓的方法。來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採草莓的話，就是盡量就是挑紅一點的。那如果尾巴有點綠、有點白，它就是還沒有熟。像這上面它只是有點白，它只是葉子遮到，它也是熟了。對，一冇見雜件色啊，冇農種都會是見雜件色，料都要拿咬掉落地下嘅。對，
有冇农被砸到了欠呢？有木砸啊，所以有的做木砸，有农药，有农药哪个砸？有的草莓园就是不开放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对啦，当然啦，就是我们就采完回家，当然也是谁啊，至少上面就算某农药以外，你还会可能有一些啥呀？没啦，按规边被砸的就会不爽快啦。也是。见到讲有农药哪个砸？你砸向都一欠的呀，你砸进死了，没雾霾啊。哦，找到新的雾霾也是爆呀。因为外面都是称菜的多少称重计算，不是像日本说你付了入场费就免费吃到饱。与其付太府全部冇入场费了。对，所以喊黑全部砸好以后，身体再过来生啦。这冇农业农机好发咁样很砸本身啦，那已经撞人唔爽快啊。对，韩国糖果呀，吃婆很没有用剪的还好。这个是因为大家都不熟悉，我们直接是用指甲去抠，但是我们客人就会用剪刀，因为怕会用坏掉。你可能在你用指甲扯的时候，就其他花就跟忙修个发一文来的。对，所以造草莓当葱油哦，冇种到其他花，这个花很重要。对。我留在我表上边啊，他们甜蛋糕啊。啊，要真紧就做唔嚟，睇下真紧黑公有去采草莓嘅，反正也要好好遵守这些规定。睇下富雄啦，对，富雄啦，开朗啦，系啊。古时候像爱用嘅草莓啊，睇下你会吃到，我爱买转皮肤卡，有想食它抖，不太知道要怎么样保存。建议就是一颗一颗的放在保鲜盒或是盘子上，然后尽量就是叶子放底下，然后尖尖的屁股是朝上，然后放平不要去叠着，然后再保鲜膜或是盖子盖起来，直接冰冷藏。我们在显色啦。对，你要吃多少再来。不要保鲜盒很久啊。我刚刚看到静曼的指甲真的是有这个周岁，然后也有掺那个蛋糕的色素啦，都有。哇，对，很辛苦哎，就不能去做美甲，不能做美甲。爸爸知道我也做按用嘅农事，我吃到唔攀的不？唔会啦，因为本来真系意思啊，做生意做叫会强啊，就像阿妹教书啊，叫我阿妹冒险事啦，希望系搞还是特别专门做义工搞球的啦，搞到本系黑到啊，你沙皮见边一生意当冇搞，搞装当嚟交通啊，就手做起家条路也好啦。本来让小妹教书清好清问题啦，不妨容易唔会强啊。唔过也下冇看，也下功夫下人，强下，做事，当快乐，大家互相听数，一副看人强下嘅感觉。对，有我感受到当幸福嘅感觉，同阿布卡嘅草莓共用。故说今日有非常什么呀？静曼跟王爸爸来到节目当中，阿沙来做呀228连假了你，故说大家有限嘅时间，记得来到呀太府嘅行料料啊，做嚟来试一下草莓酱，一下草莓试一下客家料理。什么两位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。是这风起来了。没什么，电视机调前观众朋友跟舒克休息一下，听下来做运动哦。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？我记得啦，我来福喜来嘅免数听站，韩国啊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，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，记得我分享出去哦。